伊的帮忙下，突破技术做成地球精油。特殊的香气，唔但会当防蠓糖加，阁会当互人提振精神。这个精油的技术经过2年的研发，已经达到量产的阶段。部落嘛希望这项的技术会当互少年人愿意转来部落来工作。那唱部落古老的歌谣，那伫自信，这个阿让牧师甲族人详细地处理倒采收落来地球的尖叶，厝内充满着地球的香气甲歌声，都袂输是咧庆祝丰收。这澳洲的地球确实改变台北龙部落，和这阿美族的族人生活有新的重心。1米高，哈，现在已经差不多3米高了哈。那大概1年就开始裁剪。亲手种每一丛的澳洲地球，阿让牧师每一天都甲族人来这里巡视。2年前，透过工业园东部产业服务中心的介绍，和200丛的澳洲地球，跨海来到台北龙部落落地生根。花莲的好山好水和地球发了真紧，全国到这上适合种澳洲地球。因为光复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水质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哈。那其实对茶树来讲，它需要刚种下去的时候需要很多量的一个水分。整理好的叶啊，拢倒入去，工业园提供提炼的技术，到做成地球精油。澳洲地球的叶啊，虽然讲无法度泡茶，因为伊的香气互人神清气爽，而且蠓虫上惊这种味，变成天然的蜂蠓啊树。每15公斤的叶啊，会使提炼出320cc 左右的精油，萃取率是达到24%，是市面上其他地球的几啊倍，而且生长力真强，种落去1年内就会使提炼精油量产。科技农业慢慢的转型，带动经济发展，希望讲会使和更较侪族人愿意回来。年轻人留下来之后呢，就可以照顾老人家，照顾自己的家庭，照顾孩子。和少年人回流培养在地特殊产业部落，佮取得有机的认证，和地球的精油变成台北龙部落响亮又佮特殊的代名词。